我问你们现在来几次？我现在这是来一次去，现在啊？一次啊？两次？一次的，谁带你们过来的？是他们来过的。你老爸是不是啊？谁啊？多少？拿多少嘛？拿几多？是不是他老爸？是他。昨天他来做鸟上面，是他们啊？他们几个在塞巴家里。谁？不是我的。谁叫你们来的？没有哎。他们没有。然后你们过来这里干嘛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是来这里找。你们说现在怎么处理了？你们自己说。你们做什么处理？啊？现在这里就投资了不少钱的了，啊！现在我的全部被人家偷了，啊！现在都没有了，那你们怎么赔偿？啊？那是谁偷了？现在我扎的就是你们了。现在我不见了，丢了那么多，啊，被人偷了那么多，我找谁去？你们自己说，你们自己说，我找谁去？你们做什么处理啊？你们做什么处理？啊？今天晚上来的是不是你们2个啊，3个人？其实你们3个人还是5个人？几天？啊？你说几天？多少个？不是，我问你是不是几天的？你们今天晚上来的一共有多少个人？我们现在来了几个？早上有没有过来？昨天是谁来的？昨天是他们几个的，我还没来过的。他们几个过来的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哦，他们几个过来的，那么你们现在这么大胆就在这里搞？现在我还没有来过的。啊？你全部把自己放生，马上放生，全部放生，拿走，放下去，啊，全部放下去，全部放下去。你看，如果就死了，这样子就会死的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还有水鱼是不是？还有什么东西？你们啊，在这里乱搞了，啊！你看啊。Hey, what happened? Denied. Nope. You.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. Get over here! Ha! Gay! Quad!
Say what? Monster kill.